伫咧嘉义的大拿这个所在，有600多公顷的竹仔园，就是乌壳绿竹笋的大产地。当地农民呢，其实每3冬就要来清理一摆环境，才有通维持遮的笋仔的品质，也佮有产量。因来遮清出来的歹竹，其实也有真大的路用。废弃的竹仔经过机械破碎处理了后，出来后门也当摕来种做菇类、模拟等等，嘛会当当做升级燃料。未来这个所在要整造废弃竹仔重新搁利用的加工场。这个废竹材当做变成未来的绿金，让作为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能源棒、能量棒，还有一些等等这些绿能的运用也好，这个都是对我们环境永续的一个推动方式。嘉义县政府伫6年前就配合大拿的笋农，要来解决废弃竹仔的问题。因为笋农每3冬都要清理一摆竹仔园，来维持笋仔的品质。今卖因透过这款循环经济的方式，一年唔但会当生产2万吨的竹仔麸，嘛解决处理废弃竹仔造成的污染。那这个菇类呢，吃完这些竹屑之后呢，它的产量是提升的，而且呢，它可以加速我们的生长周期，就是缩短我们生长周期以外呢，我们的 A 级品也增加了。那我们1年呢，目前的话，我们是持续收购竹屑的哦，就是持续使用之后，我们1年最少也可以吃2000吨以上。我们再回来再利用，可以减少焚烧的问题啊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资材可以再利用，循环再利用。嘉义县的大拿镇是乌壳竹仔的产地，透过农粮署、林业署甲工研院的合作，大拿镇要打造废弃竹仔再利用的基地，唔但解决地方长久以来环境的问题，嘛要替废弃的竹仔找到再利用的空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